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雅珊，欢迎收看3月9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3月9号是民进党议员初选登记最后一天，新澳伫溪北地区参选人李宗翰伫伊的妈妈议长赖美惠甲立法院副议长的陪同之下进行登记。另外南区甲安平区参选人周丽珍，这是第8摆，嘛是前议员周明德的陪同之下完成初选登记。立法会长蔡其昌为了小听以过去国会助理李宗翰来参选议员，上午亲自南下专程陪同登记参选，加上母仔囝共心服务乡亲的诉求，其中赖美惠更是4月走总来帮助后生出线。会长蔡其昌向乡亲挂保证，俄罗宗翰认真专业，更有热情耐心要来服务选民。宗翰最好的人格特质就是热情。加有耐心，伊伫我服务处，伫我这个国会这个时间，无论是乡亲的陈情，伊拢会当展现少年家的耐心、少年家的热情，互乡亲的满意度足悬。第二项，伫国会也阁有这个法案的部分，法案就是要考验一个年轻人到底他有没有专业，有认真有专业无。所以宗翰伫我这个考验之下100分。得到政治前辈昆明白亚等济乡亲的支持徛台，宗翰相当感动，也特别以麻油等在地农产作为伴手来回礼，全力拼初选过关。原来中央的服务交地方无共款，地方是一步一脚印替咱乡亲来做代志，毋过中央是按政策来。带领一个很大的方向，让人民主动按迄个方向替国家来服务，然后国家就会自然兴旺起来。所以我结合了地方服务的精神，嘛结合着中央安尼甲政策带动的方式，希望讲综合甲中央的资源，嘛会当带动咱的地方服务咱的乡亲。除了李宗翰以外，市员参选人周丽珍嘛，趁最后一天第8摆嘛是前议员周明德陪同来到台南市党部登记，其他所提出来对南区甲安平区的见证，会当得到乡亲的支持。今天是我爸爸周明德陪我来登记，刚好今天也是最后一天，趁有空档的时候，跑完行程赶快跑来这边，赶紧登记。希望所有的选民能帮我加油。然后，我会尽全力帮助，所有的弱势朋友，还有老人、小孩。然后希望安平区、南区所有的选民可以给丽晶一个机会，为大家服务。民进党议员登记初选以后，所来民调将伫3月19号到5月15号期间举行。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总算告一段落。对此，立法院副议长蔡其昌还有其他5位参选人爱尊重职权的结果，同时也希望黄伟哲对其他参选人释出善意，让民进党更加团结。立法院副议长蔡其昌专程南下替李宗翰初选徛台，嘛其他伫大选搁再来替宣传。会中面对记者询问有关台南市长初选的风风雨雨，将由黄伟哲胜出一事，伊嘛公开向黄伟哲发声，一定要先困化解初选的逼询，司法应该撤销就撤销，用上大诚意促进党内团结。这次台南的选举，因为竞争者众，而且过程大家也都看到非常的激烈了哈，所以我相信事后的这种整合、弭平初选的伤痕，这个是首要的工作。那我相信伟哲只要展现他的诚意，展现他的这个气度，然后谦卑一点拜访每一个初选的同志，因为台南市的乡亲支持者一定最不希望看到选后有伤痕、有裂痕。那关键就是当选的人，所以我觉得伟哲身负重任，他要凝聚这个党，要团结这个党，
所以它是最重要的，要在这个阶段赶快来做这个事情。那我相信其他落选的应该也都有这个气度跟风度。那只要伟哲展现诚意、展现谦卑，我相信所有初选的这些党内的同志一定会团结一致，来共同支持黄伟哲。那台南这个地方，我相信没有输的理由，也不应该有输的任何的道理。那赖市长，现在赖院长过去打下这么好的基础，所以我觉得延续民主的价值跟精神，延续民进党在这个地方优良的执政传统，很好的政绩，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所乐见的。所以，但新闻顾问及张伟忠采访报道。采取行动来。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由5位提胜出，想以后到下架区进行社票行程。同时表示，所来会一一拜访其他参选人甲前辈，呼吁民进党团结一致，赢到大选。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结果由5位提胜出，想要伊伫竞选团队的陪伴之下，到下架区进行社票行程。面对选举以来党内同志互相攻击的情形，伊认为难免的发生。但面对年底无共党派的竞争，也是呼吁民进党爱团结。所以说来，伊将一一拜访其他参选人甲前辈，释出上大的诚意。要弭平伤痕，当然事出善意啦。这个选举没有顺利的人，他心里一定有情绪嘛。哦，那有情绪的话，他就会有时候他自己也可以愿意放下，可是支持者愤愤难消啊。我们该去拜访的人，愿意释出，等到他情绪沉淀以后、平静以后，大家愿意这个坐下来好好谈，我们都愿意。尤其我们现在当然还是立法委员啊，我们还是要履行立法委员的职责啊。我们也希望一个一个该去拜访的候选人，该去拜访的大佬，该释出善意哈，表示我们这个谦卑的态度，我们都应该要做。面对外界质疑，在民调结果公开进前，为何已经媒体放出胜选的消息？伊强调初选当天，多位参选人拢有派代表到现场听取民调，但无人敢公布结果，推测可能是现场人员真多，难免有消息传出去。不过，伊相信民调过程绝对是公平公正。但新闻记者山林根采访报道。面对眼睛为检查确诊到治疗以及后续的复健等等，病人甲家属总是有真侪问题要面对。对此，安南病院利用第一医疗大楼2楼的空间，设立眼睛资源服务中心，提供全面性的完整协助。在安南病院院长、副院长甲各科医师的参与之下，共同为眼睛资源服务中心进行揭牌。未来不管是灵眼、耳眼等等各种眼睛，都会当借着营养师、社工师甲心理师来进行更加全面性的医疗照护。我们可以结合这个营养啦、社工啦、心理啦，还有卫教师啊、各管师等等啊，然后把它结合起来。那同时我们也成立了几个癌症的一个治疗中心哈，像乳癌啦、肺癌、大肠癌啦、肝胆癌，还有这个旁观癌等等啊。那我们想说，借这个资源中心呢，就把这些所有的癌症的一个治疗呢，对病人的服务哈，做一个整合。其实这个是相当重要的啊。那在这个平台上面呢，很多各种癌症都可以利用这个平台来增加我们的服务哈。透过眼睛资源服务中心，民众为怀疑家己有眼睛，然后进一步检查，一直到后续治疗相关的辅助器材，甚至是假头毛以及医疗费用等等的相关问题，都会当伫遮做咨询。资源中心哦，就是说希望所有癌症相关的协助哦，通通都可以，包括你说你很担心你得癌症，要做一个健康检查，去哪里做筛检，有什么癌要做什么检查哦。万一你得了癌症了，你需要什么补助哦？万一你已经得癌症了，你在做治疗中有什么的困难哦？譬如说经济上的困难，会掉头发，去哪里借假发哦？或者是说你有一些肢体的癌症哦，一些辅助的器具要去哪里借哦？这些都有一个社会上的资源可以使用的。我们是把这整个都整合出来哦，包括整个癌症的从头到尾的一个筛检、治疗、检查、追踪、安宁等等，都可以在这个整合的资源中心哦，得到你想要的一个答案。
安那病院希望该中心的设立，未来会当作为干症患者甲家属重要的媒合单位。除了提升病人本身的医疗品质以外，更是提供家庭伫治疗进前、甲治疗过程以及后续的完整协助。但是，嘉山林根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迎接新春来到，台南知名餐厅也顺势推出新菜单，除了延续法国料理的特色，更融合台湾、日本、泰国等等的亚洲风味，来创造全新感受的异国料理。对影片当中，会当看到帕萨蒂娜餐厅总铺师伫咧台南庄卡一步一卡印，实实在在找找食材过程，就是希望让消费者食到上佳在地，嘛是上佳新鲜的食材。除了对着食材要求，今年度因也推出了新的菜式，和法国料理增加了台湾、日本以及泰国的风味。首先这一道的话，它其实明太子就是比较属于日式料理会用到的东西，我把它跟披萨做一个结合。然后第二道的话是，红酒炖牛甲，这个是一个传统的法式料理，它是有传统的红酒炖牛肉的那种做法，然后再搭配一个奶油意大利面，黑松露奶油意大利面，就是颠覆一下那个把那个传统的东西重新再做一个结合。然后第三道的话，就是我会用的是云顶的萨索鸡，我们采用低温烹调，然后再把它表皮煎酥，然后会搭配一个破布子奶油，这个是比较现在大家都会习惯把那个台湾的一些东西想办法找出来，然后去跟西式的东西做结合，所以我觉得那个破布子啊跟奶油酱结合起来，那口味上异常的，就是比较适合我们的东方人会喜欢，因为它那个腌制过的破布子带有一点酱油的味道啊，然后其实跟奶油结合，它异常的适合跟肉类啊海鲜做结合。这三道今年推出的新菜式有真侪趣味的小卡酥，甲一般法国料理无同款。这款东方甲西方合并起来的创意滋味，就等着消费者登门亲自来吃看卖啊，感受看卖。台南新闻网志豪采访报道。日本和牛伫14天后恢复进口，目前伫量贩店甚至网络拢买得到。不过经营连锁餐饮的头家，已经转投资成立专卖和牛的全新品牌，这是希望提供消费者为选买到料理等相关资讯，让大家对和牛有完整的认识。地府18道冷冻库全部拢是来自日本熊本上悬等级的和牛。当然，日本和牛伫14天后恢复进口以后，市面上真侪通路拢买到。不过民众若买回去，唔知安怎料理，就真拍算。所以业者期待透过无同产品的设计，无定期推出料理教室来示范教学，让民众认识世界上上界等级的牛肉。来的时候，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展示柜选择你要的肉，比如说牛排啦、火锅肉片，甚至烧肉，我们的师傅可以帮你做分切。
好，那我们甚至也有礼盒的包装、木盒的包装。当你在送礼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是其中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同时有餐厅的经营。如果你不确定这一块肉回去之后你要怎么处理，你不如在我们这个地方，让我们的师傅来帮你做调理。我们有提供好几种的调理方式，像日本寿喜烧啦，或者是烧肉的方式、牛排的方式，甚至是和牛汤的方式，这个都是可以展现它原味的吃法。当然，市面上和牛有牛排、有烧烤加火锅料理，不过你敢知影，伫遮连和牛拢当生食，所以业者特别规划3种特产的组合，一人对1800块到4500块拢有，要来完整满足民众对着和牛的好奇。日本的和牛品牌有300多个，那每个品牌都有它自己的独特的养育方式以及独特的它的饲料，所以每一个品牌的肉究竟哪一个好，其实你要吃过才知道。你必须透过我们专业厨师的说明以及让你测试试吃，你才知道哪一个品牌最符合你的胃口。对，所以其实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好或不好。吃了才知道。到5月中旬，已经有32间连锁复合式的餐饮企业，现在转投资经营日本和牛的全新品牌。对2月中旬试营运以后，不管是预订还是询问度，拢相当的高。电新闻顾问及张伟忠采访报道。新兴障碍艺术家陈子荣，因为细汉时一场严重的车祸，造成脑部严重受创，但伊克服身体的障碍。为高中开始，就持续学习画图技巧。高中已经办过真侪个人展览，甚至也曾经受邀到上海展出。这次伫新华美术馆展出新的作品，也请乡亲做伙欣赏。风格多变化，加以运用着丰富的色彩，进行创作的新兴障碍艺术家陈之龙。在这届想飞天使创作展当中，展现了印象派、立体派、野兽派、抽象派等等的技巧甲方式。台南新华美术馆也希望透过这届2018陈之龙创作展，让较侪台南的乡亲了解到新兴障碍艺术家陈之龙伊的人生故事甲创作的作品。他在3岁的时候就因为车祸的关系造成脑部受损，然后有发展迟缓的状况。那么到了后来他在台南启聪学校开始学习美术，那接着又有远东科技大学的赵老师来协助他学习创作。那么这一下去就是17年，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赵老师他非常用心的从西方的各种流派来教导姿容的创作。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次展览里面，他的有个很大特色就是他的用色都非常的大胆鲜明。那这也是彰显出他个人的一个看待世界的方法。2018陈之龙创作展即日起到4月29号，伫新华美术馆地下1楼展出，也欢迎民众踊跃参观，互新兴障碍艺术家更侪关注甲鼓励。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有不少人因为失眠的问题去食爱困药啊，但却是愈食愈多，对身体也造成负担。对此，医师建议，除了透过西医诊断困眠的问题，接受治疗以外，也当搭配中药的使用，来达到更较好的改善效果。现代人常常失眠的问题，除了心理因素以外，有可能是睡眠呼吸中止症，或者是不宁腿症候群，甚至是内科方面的问题。除了透过西医诊断治疗以外，也会当合并中医，来达到更较好的改善效果。如果以中医治疗失眠的话，其实可以协助说患者，如果他不希望使用西医治疗，或者是他希望可以配合中医的一些针灸啊，或者中医的一些比较就是科学中药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中医的处置。然后另外我们可以配合那个睡眠中心去评估，到底你真的睡不好的原因，到底是因为你的有睡眠呼吸中止，还是说是单纯的失眠，还是说晚上一些脚会抽动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去评估到底为什么，然后去做比较正确一些处置，然后就可以介入我们的中医治疗或西医治疗这样子。透过中医会当依照每一种无同款的困眠障碍加个人的体质，再搭配适合的中药材来量身治疗。
中医来讲的话，我们会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看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问说你到底为什么睡不好，然后问说你到底你的睡不好是因为你的入睡困难呢，还是因为晚上会做梦，还是晚上会惊醒，还是早上起来就很早就会醒过来，还是说白天精神不好，有认知功能的一些状况，然后会造成睡眠或者是隔天的工作的效率比较差，我们就可以从这部分去评估。另外中医还会再去问别的问题，比如说你怕冷怕热、大便的情形，然后肠胃功能如何，然后有没有一些合并的一些手脚冰冷，或者是容易冒汗，或者是会这种潮热的这些情形，我们去评估，然后这些去判断一个人他是比较偏热的或偏湿的，还是说一些比较肝郁或者是比较一些脾虚的症状去做一些治疗。除了叫做中西医治疗以外，在生活习惯方面，民众也要避免特别困觉前大量饮水，以及食有咖啡因的食物，同时还要适量的运动，来增加血液循环，以帮助困眠。但新闻加深林根采访不到。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最近的天气，温度13度到21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到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3月9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丁亚珊，咱再会。